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进行3倍券的使用范围，若准是教育部、文化部有列伫认定名单内面厂商，也会当使用。国内疫情是继续稳定，连续53天无本土病例，但是中在今表示讲，边境解禁有咱台湾的标准，不是日本开放，咱就来对你开放。中国无爱提起历史事件，说伫沿海操军练武，其中有2个军团可能是攻打台湾的主要战力。讲到行政院的振兴3倍券，后偌时阵就会施行。行政院为着要刺激实体店家消费，甲电商平台网络购物排除在外。不过政策真是有小可调整啊！只要是教育部、文化部有列伫认定名单内面的厂商，就会当使用3倍券；无伫名单内面的就袂当使用。本土内沙品牌门市下晡时间无半个人，受到疫情的影响，业绩衰退。ED Shop 要伫6月底进前，甲全台湾20间的实体门市关掉，全部改换做发展电商平台。我们在实体的门市也把高租金的门市暂时先结束掉，然后在疫情比较趋缓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是会重新启动实体门市的展店计划。那我们也非常看好虾皮在台湾的电商领域这一块，那也希望说借着跟虾皮的合作呢，eShop 可以有扩展更好的业绩。虾皮购物看到网络经济发展甲真好，自从疫情以来，业绩是成长3成。宣布联合8大品牌要来抢下半年的商机，为着刺激民众出门消费，行政院3个3倍券就排除电商网络购物。不过线顶附近实地体验是无伫即个限制，譬如讲伫咧网络面顶买艺文活动、展览、演唱会、职棒体育比赛等等的门票，若是去互教育部、文化部列伫咧名单面顶的，就会使使用。艺文还有这些展览的活动都列入适用范围，所以希望在这个原则下，我们去拟定政策，让线上购票的那个功能啊，不要因为我们限制电商就把它限制住，所以其实没有转弯。外界质疑政策改变，经济部表示这是真严重的误解，因为3倍券禁用伫咧电商平台只是一个大关键，不过执行有路的部分也搁伫咧讨论，像讲以博客来举例，卖册甲杂货主网站算是伫咧电商的范围。无适用3倍券，不过旗下另外一个卖艺文展览票的网站，预计未来会当使用。博客来是回应讲会尊重政府的政策，照规定来办。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为着要刺激着咱国内的旅游市场，按算在7月初1要推出安心国旅的补助。初步规划自由行的人客，一间房间是补助1000块；团体旅游是每人每工700块，而且是无分平常时啊，或者是假日时啊。都市西无行前沙西米，另外一边也无行备料。疫情渐渐转好，人潮回流，陆续业者瞄准国旅市场。按过平常讲上头疼，也是出去佚佗的时间真歹用。假日的话，变成你人多的话，变成比较不会想要去使用它的。因为有很多行业它是不能只休假日的，对，它会休平常日。由疫情时期，政府变经济，除了行政院宣布振兴3倍券，会伫7月15前后刺激国内消费，交通部也推出安心国旅补助。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以前国旅补助大部分排除假日，这一摆平常时假日拢会当申请。就是全家出游，几乎是可以说免费的旅游了哈。那这一点，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争取。那行政院在协调之后，也很鼓励搭配振兴券。这摆安心国旅补助自由行，每房补助1000；团体旅游每人每工补助700，每团上限3万；假设去离岛，还阁补助到1000每团上限45万。时间7月初1到10月底，无分平常时假日，不只是2年补助上悬，受惠人数也上济。旅宿业认为，细节配套的脚步还阁较紧嘞。电商的平台是不是可以使用像一些线上订房的系统啊？那跟它后续的执行的相关的办法，这些我们这边的操作模式，我们当然都还要希望可以有更完整的资讯。旅宿业表示，民众拢希望将优惠范围有个上大，伫政策也无清楚进程，也咧调度如何规划旅程的人袂少。虽然业者看好政策，不过细节甲核销方式也无清楚规定，呼吁政府赶紧定出配套甲相关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
国内在今仔日无增加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也已经是连续53天无本土病例发生啊。另外，接对于日本开放入境名单锁入台湾，驻日代表谢中廷表示讲，各国开放的标准拢是有互相有利的情形。不过，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在今仔日也表示讲，边境的解禁有咱台湾的标准，唔是日本开放，咱台湾就爱对日开放。国内测试共款是零确诊，已经连续53天无本土的病例。顶日传出日本放令入境的管制，第一波开放的对象包括泰国、越南、澳洲、纽西兰，煞无包括台湾。驻日本代表谢中廷伫咧人面册有讲到，各国评估放令的标准有互惠等等的因素。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边境解禁各国有因家己的标准，嘛爱看疫情的状况，无可能日本全部开放，咱就要缀咧做。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标准，因为每一个国家对他的国民都有他的责任在。好，那当然大家互相可以接受的话，那个互惠是真的讲互惠，说你可以接受我的，我也可以接受你的，而不是我们两个都一样。陈时中表示，解禁也是爱依咱的标准，因为是伫咧保护咱台湾人。若是有相关重要的产业，也是经贸往来，会当另外缩短检疫，阁会当确保社区的安全。若6月初7，国内防疫措施就要放令。即嘛传出中央航空按算7月份要恢复94%的航班，指挥中心提醒，一切拢爱以飞行机顶的安全为上大的原则。整个是一个营运的计划的考虑了哈，那当然一切当然是以就是说机上的一个安全嘛哈，那这是当然是一个最高的原则。那第二个就是它的必要性，好，在这段时间国内的疫情是趋缓。好，如果能够把重点放在国内的旅游或是国内的这样的一个飞行的交通，相信对他们的营运也是有帮助的。另外，因为疫情锁定的医事人员出国禁令是伫咧6月底期满，这个禁令敢会因为疫情转后来解除？但是中表示，医护人员出国甲旅游禁令，敢是会解除，会伫咧30来宣布。方向应该会根据要去的国家因疫情的状况来做限制。目前要是会用较严格的管制，所有医护人员出国的行程，拢要经过卫福部的核准。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召开统部会会议，也针对国际疫情爱较hiệu quả，才当决定当时要开放外籍学生回来到台湾读册。这个消息一出来，虽有私立学校表示讲，若准台湾无紧做决定，会对因境外招生造成冲击。境外生到台湾读册时间也无答案。教育部指出，已经伫行政院下部会协调会议提出具体规划，初步结论爱等国际疫情较缓和，各检讨开放时机。解封更厉害了嘛？好，那这里面台湾是不是会有一些相关的情况出来？好，所以大家觉得慎重一点哈，所以在境外这边的脚步就稍微放慢一些。希望境内放令一段时间了后，搁观察，若是顺利，搁看境外安怎做。但是中讲，全部拢交由教育部去评估，有应该毕业的硕士班大陆学生知影消息行一条，原本以为7月用等台湾答辩，并且替组经理，今麦感觉是真失望。当然之前也做好了说线上答辩的准备。我的签证是到8月底，如果我人没有办法回去的话，也就只能够请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帮忙收拾，然后再寄回来。江苏的大学校院协进会理事长、华梵大学校长李天金感觉真无奈甲可惜，安尼对去原本的境外生袂当一摆新的也真歹招。这个断的后面还不是马上就接得回来，因为你断了以后，很多事情要重新开始谈起。本来这种东西就是逐步来解封嘛，那为什么现在要全部一起处理？我也不太懂。这个其实这里面应该是有别的考量。第一摆下部会会议了后，境外生解禁的时间依然无出来。大学这边今年呼吁政府赶紧做出明确决策，按若无一直拖受影响的不止大学招收境外生，对台湾也无一定有利。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香港的消息。在今仔日，香港的立法会针对国外法三读表决，虽然在咧表决的过程当中，民主派甲建制派有发生冲突，不过最后也是以41票赞成、1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国外法。香港立法会初4对国外法三读表决，主席梁君彥报告民主派议员抗议程序有问题，直接进入三读表决。而且国外法内面也规定讲，若准是改歌词、改曲，拢会食罪。国外法的内容也会安排入去教育内面，而且这个国歌伫教育内面，而且在电台、电视也拢爱放送。
31年前的今仔日发生绿树天安门事件，不过中国到今又原拢无讲到半句，因为官方媒体说是一直咧放送中国解放军的演练过程，其中驻守伫福建甲广东的军团，拢在刚刚进行定律的演练，有可能因就是要拍台湾的主要部队。2栋2、2栋3、3栋2，执行。下令落去，将在这两车战车真紧就驶落去海边进行目标的搜索，锁定划定的目标了后，海上战车排归排，集中火力来弹，表现出真强的火力。这是中共解放军陆军第73集团军所属的两车重型合成旅，在东南海峡进行海上考核。指挥员的练兵态度，也带动着部队的训练热情。像今天这种复杂海况的实弹射击，我们作为首轮受考对象。目的就是要树立指挥员当先锋、打头阵的练兵导向，从而激发官兵训练热情。不过，其中一架两车战车所伫咧军演的途中出现状况，排水系统受到损害，今日当紧急拖登去法庭。绿树事件已经过31年，中国伫即天甲重点放伫咧重大军力。中共解放军空军10月才伫升机编队起飞，飞行员自主决策发动攻击。中共解放军陆军第74集团军所属的重型合成旅，是进行民船装陆载试验演练，完成远程航道。第73、74集团军即届共一天演练登陆航道，受到大家关心，因为两支军队分别是保守福建厦门、广东惠州，真有可能是战争的时阵攻击台湾的主战部队。事实上，中共从来都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从年初到现在，整个区域的情势也比过去要复杂许多。我想，这是众所皆知啊。国军一直都有掌握整个区域情势的状况，我们也会做好各方面的应处。解放军过去就捌超过去避战台海的军方演习相片，内底就出现过台湾甲金门的地图，还有台海的航道图等等。针对解放军直伫咧东南沿海军演，国防部表示，台海紧张的局势从年初开始就一直变悬，国军会继续将压死科比亚的状况。除了安尼以外，中国第2架航空母舰山东舰嘛伫咧渤海进行演练。同一个时间，解放军继续进行要79天的实弹演习，一直到后个月31才会结束。记者综合报道。绿树事件已经过31年啊！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也在面册顶头发文纪念，表示希望这个世界莫阁有消息的日子，也祝福香港。另外，当乐湾册店创办人林英基也批评中国，伊讲已经过30年啊，毁坏自由思想的作为也是拢无改变。绿树天安门事件已经满31年，各地拢有纪念活动。到台湾生活当乐湾册店创办人林英基参加时代力量无帮绿树支持香港的记者会，面对香港情势，伊批评中国30年过去啊，虽非自由思想的作为依然无改变。八九人提出的诉求没什么差别的，因为香港人提出的也是一个自由民主这个概念，这个要求。30几年以后，共产党一样是用那个暴力手段，要把香港人的诉求摧毁掉。伊向香港人民发挥面对无人性的政权，确实情形恶化，应该以保护家己安全为优先。来台湾也是真好选择。美国在台办事处伫面册放一张点蜡烛的相片，悼念绿树事件死难者。总统蔡文也大文用一张6月初4礼拜四的蜡烛相片，表示伫中国每一年只有364个日子，有一天被袂记哩。同时也祝福香港，希望世界上拢唔通阁有消失的日子。前总统马英九是向北京发挥，希望用平反绿树事件，面对历史，也批评蔡政府和台湾自由民主倒退路。甲以前同款，香港大学学生会伫国殞之柱头前默哀，这克服象征被火车镇压的死难者国殞之柱，依照有绿树毒杀者异乡。第31周年之际，学生依然依照传统仪式行动来纪念。每年这一天暗时，威恒拢有职工一批，不过今年因为疫情被警方禁止。今晚嗰個係入維園咧，係我哋會喺出邊係派蠟燭，我哋冇其他安排。因為呢個係一個未經批准嘅集會嚟㗎嘛，禁制咗啦，大家知道。但係我又好相信一樣嘢，我哋最緊要俾佢睇到人心不死。紀念會堅持到威恒點到職工，估算有超過1萬人來參加。呢度真正會紀念會每年舉辦綠樹職工暗會，演講是7次1國2制若港版國安法立法完成。明年若要舉行集會機會，可能是攏無，伊是感覺真悲哀。記者綜合報道。
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头摆正式公开接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王丹等人，也呼吁中国就爱交代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王丹也当面对蓬佩奥提出对付中国3项的建议事项，也若历史事件加速，因也表示讲会继续向中国政府讨真相。历史事件31周年，美国国务院公布国务卿蓬佩奥甲历史参与者王丹等一家人的相片。国务院嘛发表声明，甲勇敢的中国人民表达敬意。美国人民甲遐因为失去亲人抑是真悲痛的家庭徛做伙，呼吁中国爱完整交代历史事件。这是头一届有美国国务卿正式公开甲历史参与者会面。也若王丹嘛当面对蓬佩奥提出对付中国的3个建议，而且嘛感谢蓬佩奥的支持。薪火相传是我们对89死难者，是对89精神的最好的纪念和延续。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已经做了我们这一代的事情，但中国的希望在年轻一代。王丹呼吁中国少年一辈爱勇敢追求民主自由。也若美国几个参议员嘛发文悼念历史。另外，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嘛表示，中国政府爱认真看待历史，而且把政治翻放出来。I have no doubt that there are people in China that want a different way. It's not an easy environment in which to operate or speak out.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if we give up on that hope, then it's certainly dead. So moving it more towards its repressive policies on human rights that you see in mainland China. It's not the same, but it's mov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美国嘛对香港头一届无法度举办历史悼念集会，是感觉真烦恼。当然后面嘛出面呼吁香港政府爱尊重保障自由。These commemorations are a strong signal that key freedoms continue to be protected. 由于病毒肆虐，我们只能用特殊的方式向你们表达心中的哀思和怀念之情，要求政府与天安门母亲对话，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原本予中国禁止集体祭拜，不过早起包括幼儿节等10个家属，伫咧警方的安排之下，去办安公墓祭拜，现场戒备森严，4界拢有公安咧监视。不过因发表祭文强调讲，坚持真相、赔偿、问责等3项公开甲合法的诉求。另外，美国国务院的全球女性事务办公室嘛，伫咧历史31周年的时阵，颁发国际勇敢妇女奖予天安门母亲。国务卿蓬佩奥嘛甲成员做视讯会议，表达敬意。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罢免韩国瑜的投票只剩2天，高雄在地民进党成员也用车队宣传，就有民进党的立委甲市议员做伙宣传，也有其他政党伫咧街头巷尾宣传罢免韩国瑜。不过韩国瑜本人却是主持通车典礼，宣扬伊的成果。拜托咱遮好朋友，一定要半节用出门投票。扫街的车队为凤山出发，用广播邮票。除了罢韩公民团体，高雄民进党公职嘛为初四开始2天的时间，用车队扫街邮票，由立委带领市议员，呼吁民众6月初6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另外，民进党车队扫街的时阵，国民党立委嘛去高雄博二参观特色的店头，嘛举办座谈，考察高雄市教育行政、甲艺文界纾困的情形。不过，说互民进党批评讲，因是去依附韩国瑜。这个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哈，表面上是来考察，事实上是借机要来护航啊。那护航啊，那我想就是说，其实这也是他们的权利之一。难道说今天因为时间点，所以我们就不能来这边看？教育文化的发展嘛，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回归到尤其中央跟地方有关。刚刚提到像双语教育，立委是一句来一句去，市区嘛有南山泛力的政党，徛伫咧街仔路宣传罢韩。市府是有局处的首长，搁一届用通讯软体传反罢韩的信息，刷去红标出来。市府这边不断的释放出市长心平气和，市长这个没有太多的情绪，但私底下呢其实是动作频频。各个局处基本上为了保住自己的这个官位，已经算是说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不过市府新闻局强调讲，只要无用行政资源表达个人的意见，拢要算行政中立。市长韩国瑜是继续宣传伊政治的成绩，主持新增1路通车典礼的时阵，佫出现100外的支持的民众。我们路平了，将近通了，大概现在因为数字天天在增加，现在将近600，前2年648，现在跳到650，现在652条路。我们1年半通了超平了652条路。韩国瑜讲要甲市政做好，市府嘛进一步表示，开票迄一天，韩国瑜同款有安排市政行程，不过会有局处的首长自发性去数位行政中心做伙关心开票。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中国的海沙船一再亲门大呼，海巡署的舰队分署初3透早也派4只舰艇去处第20多只抽沙船。现场话依照检察官的指示，甲偷走海沙全部吞登去台湾的海里。立即停止作业，马上离开。如果不配合的话，我们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指挥官警告了后，海巡署顺风艇顶管执法，甲特勤的人员拢总17个人，挖进中国抽沙船定检，船顶已经有载400多吨的沙。初3透早天色拄要拆下，台湾派拢总4只舰艇去澎湖7米西南方46海里的所在，发现超过20只中国的抽沙船。搜证了后，依桥头地检署检察官的指示，要求因甲海沙搁添倒登去海里。沙子从哪里来就吐回去哪里，因为台湾前滩基本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海底的地形，顺利的把这些小船带回来。现在目前是留置查扣在我们新纳港的海巡基地里面。这个所在是台湾的舰队，渔业的资源真丰富。4月份去做潜水调查的中研院研究员陈明修指出，抽沙是会真严重影响到生态。不过，因为中国真积极伫咧建设，如果限制抽沙，所以有中国船走来台湾潜队，要抽品质真好的石英沙。20几只船做伙来抽，利润是真悬，这个人是先发都发袂惊。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哈，海巡署现在抓回来放了，每个都是才华拍卖不出去。问题他们船多，以他们的利润呢，这个每天走采的时候，可能赚了就上千万了，他可能就不怕了。今年1月份到5月份，海巡署已经伫咧台湾潜队驱离1576只船。陈明修对政府强力执法是表示肯定，不过伊认为讲，若要彻底阻挡这个情形，挑战是真大，可能要透过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合作的模式，由中国官方直接下令来约束，效果会更较好。记者综合报道。顶日大卖场公司家乐福甲国内的顶好超市，甲卖真侪过咸水的 Jasons 超市全部收购入来。不过，近日逼出家乐福的主管，有人甲厂商要求讲，若准是替因拍通路，就爱互因后谢。这款受害厂商伫下晡也召开记者会，表示讲收后谢的歹习惯是早就有啊。目前正钱的高层也已经互警方收押。不一定也要看你别家店有去谈过。备签啊，备签啊，备签应该在啊，应该在对吧？厂商甲家乐福分店的人员伫咧抄商品的展示费，8000块不当抬价，总算超出一个较明显的位。厂商迄这段影片想要证明家乐福登记私底下的规则，部分分店的员工会私底下向厂商来收口米赏，其实就伫咧进前家乐福县委的采购经理，想向甲德联邦联手来收商品的售价费，去互掠起来收押。毋过代志还未结束，也是有员工向厂商来收口米赏。厂商真正是无法度忍耐，才会翕这段影片来表消息。受害厂商遭自救会，伫咧台北市议员的陪伴之下来召开记者会，而且提出去向另外收上价费内底对话记录，2年来已经去向收2000多万。我们每进1000万的货，要被抽取了150万的额外的回扣。那我们有另外一个损失是，我们货品进了，他钱收走了。过2个月把你货全退了，抽成的钱是不还给你的。另外一个受害厂商表示，除了上价费，更会甲厂商讨商品展示费，1个月要560万。我一家平均缴8000到1万不等，所以那64家我是不是1个月就要缴60万了？那别家厂商相对的也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两个在相争这个位置的时候，会演变成每2天我要缴一次。厂商表示，家乐福签约售价以无价产品比例无共，想要到台面上爱付钱，台面卡改去互讲，互厂商真困扰。警方表示，已经全力调查侦办的诈欺组织犯罪案件，那全案也已经移送北检来侦办。针对厂商去互收不法口米赏的代志，家乐福发声明告回应，强调讲因签的合约拢需要经过财务部门甲法务部门严格审核，毋捌针对高一个厂商签无共条件的2种合约，会加强内部控管甲稽核定数。若是无遵守规范的相关人员，会互因严重的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美国发生弗洛伊德事件，也引起暴动有够尴尬。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要用军队平乱，不过因的前后任国防部长针对川普有一寡指教，现任的艾斯培反对动用军队来平乱，前任的马提斯也批评川普的行为是拆开美国人感情。
美国各地街路已经连续第9天的无平静。初三是纽约市实施宵禁的第2案，真侪人因为暴力去互抓起来。加州奥克兰有 NBA 勇士的球星 Curry 甲 Thompson 嘛就加声援，罗城好莱坞的路年拢有示威的活动，民众真生气。虽讲知影疫情真严重，啊，毋过无法度顾对遐济。弗洛伊德死去迄天在场的4个警员，即摆嘛去互指控谋杀等等的罪名。I am happy that all the officers have been arrested. We deserve justice. 美国总统川普真正表示，各州应该要处理动乱，若无会出动军队。但是伫初三接受访问的时阵，佫有无共讲法。Right now, I think the nation needs law and order. Will you send in the military to any cities in particular to restore that law and order? Well, it depends. I don't think we'll have to. New York is disaster. What's going on in New York, and we could help them a lot. They have to ask. If they don't get it straightened out soon, I'll take care of it. 因为前一任甲现任的国防部长对派军队上街路是无认同。The option to use active duty forces in a law enforcement role should only be used as a matter of last resort and only in the most urgent and dire of situations. We are not in one of those situations now. I do not support invoking the Insurrection Act. 前国防部长马蒂斯伫咧大西洋杂志表示，3年来伊无成熟的领导表现，咱是看甲一清二楚，直接指控川普无能滥散入职权，而且佫分裂国家，也佫有民心。伫咧推特了后 ，Snapchat 嘛表示袂佫来推销川普的文章，声明内底嘛指出袂激发煽动种族暴力，也佫有非正义的声音。另外，同款是非裔的前总统奥巴马头一届针对弗洛伊德的事件，伫咧直播当中呼吁所有美国市长对警察执法进行改革，而且表示抗争会互美国改变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弗洛伊德事件也拖到全世界，伫英国、德国、瑞典等等的国家，也出现声援被害者反种族歧视的抗争。日前也捌引起种族歧视风波，英国首相强森也讲，种族歧视伫英国的社会是无法度甲人徛起。初三非常侪反种族歧视的示威者伫英国首都伦敦市中心游行，为海德公园一路行向议会广场，高喊黑人命也是命，反对警察暴力，甲美国被白人警察伫暗棍死亡受害者弗洛伊德的名。部分示威者甲警察发生冲突，真侪人被抓。Here, I think it's systematic, and we need to start doing something, starting from small. To make change. I'm so impressed with it. I think it's absolutely wonderful that everybody's showing solidarity, particularly that the great majority do seem to be younger people. 示威者经过首相强生的歌艺时阵，发出嘘声，因为强生2年前做外交大臣的时阵，捌讲出穆斯林妇女穿长袍，看起来亲像油桶，亲像金项抢匪的争论言论，引起风波。示威者批评强生，甲执政的保守党拢是种族主义者。强生初三真细致回应，重新反对种族歧视，还佫避免批评川普的处理方式。We mourn George Floyd, and I was appalled and sickened to see what happened to him. And my message to President Trump, to everybody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UK, is that I don't think racism or racism. It's an opinion that I'm sure is shared by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Racism, racist violence has no place in our society. 更较激烈示威场面是伫希腊首都雅典，组织团体号召3000人发动反歧视甲反美抗争，佮对美国大使馆拼汽油弹，镇暴警察射催泪弹赶人。瑞典也有上千人参加首都斯德哥尔摩示威，违反军资并超过50人关照，引起小规模警民冲突。德国法兰克福的示威抓到我袂当喘气的标语，理性表达诉求。有抗议者表示，希望家己的囡仔大汉了后对警察袂有惊吓。伫南美洲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美国大使馆头前也出现相关示威，一个受美国国旗。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美中之间民航机班往来无平等的现象，美国的川普政府也决定要提出禁令，除非中共允准美国的航空公司重开美中航线，若无上班对6月10日开始，就要禁止中国4间主要的航空公司飞对美国。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初期，美国3间主要飞国际航线的业者，包括美国航空、达美航空甲联合航空，拢主动暂停飞中国甲美国之间的航班。中国民航局嘛遂推出禁令，限制美国等等外籍航空的定期航班飞去中国各航点。不过，美国是无对中国的航空公司做出同款的禁航措施。
因为安尼就算航班减真济，不过包括中国国际航空、东方航空、南方航空甲海南航空，拢继续飞两国之间的航线。针对这点，达美甲联航两间公司顶个月就甲中国提出申请，要求恢复会当飞原本中国航点的权利。不过中国却唔答应，而且强调讲对美国的禁令是真公平。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saying not so fast. We want you to fly just one route, and I think it's just one flight a week. It's very limited, and it's really not fair to the U.S. airlines. The policy heavily favors Chinese carriers. The U.S. is saying, fine, we're done. We're going to ban your airlines starting the 16th of June. 伫咧禁令实施之前，中国国航、东航、南航、甲海南航空等等4间业者，扣除中国的部分，伫咧美国拢总有12个航点，为太平洋的单雄山、甲阿拉斯加的安克拉治、到旧金山、洛杉矶、纽约，还佫有华府等等重要的城市，拢有中国航空公司的卡业。也若美国3大航空公司伫咧中国，敢若有北京、上海2个航点，另外联合航空是加一个成都。虽然是安尼，美国这边的业者也是希望会当互两国的航空业豆豆恢复飞航的往来。美国管理航权的运输部嘛强调讲，只要中国同意互美国的业者恢复航班，川普政府的禁令随时拢会当检讨取消。不过，若是中国的态度继续不合作，禁令实施的日期6月16，可能嘛会变做提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批武汉企业的疫情，说互地球暖化的问题无变甲遐严重。不过，伫咧澳洲的大宝岛，在今年3月出现这5年来第3摆的白化现象。科学家也烦恼讲，3摆白化等的时间无够久长，酸澳岛恐怕是会好也未完全。全世界受到新冠病毒的威胁，各国民众受到居家限制、进入停工期，和严重的气候暖化问题出现等号的现象。不过，科学家所烦恼，澳洲大宝岛的酸蚵无这么简单地当恢复。They're happen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We've had 5 now on the Great Barrier Reef since 1998. 3 of them in just the last 5 years, in 2016, 17, and 2020. The gap between those events is nowhere near long enough for a full recovery. 肖斯教授表示，因为疫情滚价，引起各国锁国，和全世界各行业对环境的污染减少。不过污染停止对酸澳岛煞无影响，因为旅游业敢是存在对气候暖化无遐尼直接的关系。若是今年2月份，澳洲的气温是对1900年开始记录以来上热的月份，和大宝岛一直真烧热。第四酸澳岛的白化现象是过去5年以来范围上大、上严重的一届，而且佫出现生态不正混合的状况。The Great Barrier Reef is not going to recover back to what it looked like even 5 years ago, never mind 30 years ago. It's shifting surprisingly rapidly. We're not quite sure what it's shifting to, but we could be quite confident that the mix of species will be different. 占地348000平方公里的大宝岛，因为生态环境多样化，为上壮观的酸澳岛群，伫咧1981年启用列入去世界自然遗产。不过专家认为讲，若是气候继续暖化，大宝岛会改变做另外一种完全无同的热带生态环境，可能海草甲海绵会增加，不过酸澳会减真济。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关系，真侪宗教活动拢宣布延期，无得取消。这海靠顶头卫生的人收入是大大减少。卫福部也征询各部会意见了后，也特别放任限制，顶头人员也当申请纾困。也若宗教的神职人员敢会当申请的，恐怕是搁爱讨论。甲传统的庙会顶头进行改良创新，加做幼路专业的表演艺术，九天民俗技艺团真侪年以来伫咧海内外发展台湾的民俗文化，有真悬的知名度。不过伫咧疫情期间，团队的营运嘛受到影响。2月开始到现在是100%没有表演，固定支出大概1个月大概150万，厝啊提去借啊，土地嘛提去借啊，可以说90%以上的这些正统团体。他们连地方的立案都没有，所以他们是更加的拮据。武汉肺炎的疫情致使真侪大型的宗教活动停止，和顶头团体是拢无收入。虽望政府有纾困，不过也是烦恼疫情结束了后，因为整体社会的改变，会互顶头团体更较无法度生存，所以干那会当想办法来打拼。不过，唔是干那顶头，也佫有真侪宗教的神职人员，因为发挥甲供养金减少，需要纾困。
比丘、比丘尼是属于中华民国这个职业标准分类的宗教专业人员是不是符合这个申请标准还是要由卫福部来做出这个解释。卫福部伫咧定选各部会意见了后，决定要发函放领纾困限制，其中电台人员算是艺文工作者，会当申请1万块的纾困金，毋过各宗教的神职人员敢是会当适用，佫会请社工师来赶紧研究。不能因为任何人的身份别而就有特权或歧视他嘛。有纾困需要的，不管他是神父、比丘尼，那都应该要被纳入嘛。那有一些比丘尼在大道场，对于他们来讲，这纾困他就没有必要。宗教原本的这个理智的时候，那大概影响有些神职人员完全是靠奉献跟这个捐助啦，所以就有一些必要性。无论资格要安怎认定，有第一线的区公所人员是呼吁讲，希望中央会当给因一个清楚的定义、纾困的范围，还有配套的标准，才袂造成民众甲基层人员审核的困扰。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伫6月初1推出购物嘉年华，那阵是去住高雄的饭店就送200块的抵用券。不过，就有游客表示讲，摕这抵用券去官方网站所公告的店家要使用，店家说是无爱收。经发局也承认讲，因有订单也会赶紧收着。振兴经济，高雄市投入5000万推出购物活动。6月初1开始，第一个用大房就送200块的抵用券，但有游客3号照使用名册前往消费，店家无爱收。手机那个网页那个名册就给他看说，这个上面的那个店家，然后地址是你们这边嘛？然后他就说是，然后他就说，可是他们没有配合这个活动。毋过游客拄到的店家毋知影抵用券是这到店家所徛的蛤蟆城地区附近真侪店嘛毋知影，也是伫咧3号下晡才互通知。应该是你就先通知店家，你争取店家的意见，该怎么处理？不然我们一般应该是会拒收啦，因为不知道它的使用方式啊。我们如果兑换之后，我们要去哪换钱？对啊。他们没有说啊。有店家表明，烦恼未来有欠款的问题，无互通知就无拍算使用。市府活动的官方网站公告150几间店，其中嘛有1间暂停营业的餐厅。市府承认也未全面确认所有的店。整个活动是透过商圈理事长跟夜市这边的一个协会来帮我们联系店家。那确实有发现说，店家反映他。还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讯息。市府表示，可能一开始准备的时有误解，造成一寡地方唔是提供有意愿参加的名单，将会加速到每一间店确认，伫2天内公布新的版本。记者王家川、面交款用报道。讲到振兴3倍券，未来若准拢去邮局领，敢会造成人力不足的问题呢？邮政工会在今日表示讲，希望邮政公司会当规划专门的动线，甲来支援的卡手，若无是一堆民众客做伙，算唔到钱就害咯。甲柜台人员又来顾门口，因应疫情，邮政公司派专人服体温，嘛派外勤的邮务师支援送取验甲酒精，人力已经到紧绷，所以来搁要接分3倍券的动人。不好意思，我要领振兴券。根据目前政府的规划，7月15开始，若是民众摕1000块甲健保卡去邮局的柜台，得当领3倍券。邮政公司已经开始规划，包括人力调度、柜台规划等等有路的部分。毋过邮政工会讲，公司还未甲工会协商，而且会当看得出卡手一定无够。还希望政府也能够体谅邮政员工啊，这段时间的辛苦啊，不管送酒精口罩啊，已经来一次了，那我们很乐意去做。那这个工作是临时加进来的，那人力铁定是不足啊。工会分析，本馆用健保卡过卡连刷，一定会需要超过2分钟以上的作业时间。估计本馆的作业可能会予每一个柜台员工，逐个月加出7-8点钟的工作时数，员工可能要牺牲休困的时间来加班。在咧无违反劳基法的状况之下，人力可能袂堪至，希望政府会当派人来支援。如果上班附近有邮局的话，会想在这边领。担心说邮局到时候人会更多一点。对，一定的，对，因为它的时间营业的时间有限制。那超商的话，可能时间比较长一点。邮政公司坦白讲，要配合政府的政策，就算讲是另外增加的工课，嘛爱好好来执行。目前会考虑成立专门的职业中心，来负责全台湾1299个邮局的买券动线。记者综合报道。
国内防疫的相关产业也组成国家队，透过外部协会整合，创造线顶平台防疫国家馆，超过2000间的厂商甲医疗机构，唔但要分享防疫经验，也要将台湾的货品销对国际去。 新冠病毒疫情伫咧全世界滚价，啊，毋过危机嘛是转机。国内因疫情所产生的产业大爆发，外部协会整合国内相关防疫产业，创线顶平台防疫国家馆，组国家队来拍国际杯。那我们发动那个大联盟呢？实际上我知道 CDC 的这些数位的平台里面是多家了，至少我知道我7家。那防疫也是国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数位防疫大联盟实际上也是超前部署。 相关防疫产业其实真多元，包括体温监测器嘛大进化，加入 AI 技术，透过影像辨识，若会当监测体温，佮会当辨识感受挂嘴炎。若是无挂嘴炎，随测影像，就会当伫咧人群当中找出目标。口罩辨识，人脸的辨识，多人脸辨识。好，那我们可以结合门禁，所以说，当一个人如果温度过高没戴口罩，那我就不允许他开门。 伫咧疫情期间，台湾生技公司伫咧快筛试剂研发冇进步，尤其是核酸检测分析仪。台湾的厂商已经会当家己生产制造，而且佮行销海外市场。只要你所采检到的这个样本50个样本数的话，比如说就是50个病毒，那我们就可以检测得出来。那我们的呢，基本上就99到100% 是没有问题的。 台湾本土的纺织大厂嘛，加入去防疫的市场，机能性的布料，佮会当做防护衫，而且强度佮较好，佮会当中和使用。用机能性纺织品来做隔离衣的话，洗30次，它可以节省70%的总成本，效果甚至比隔离衣用的布织布效果更好。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了后，真侪台湾产业投入研发相关防疫产品，就连喙暗嘛有升级，像讲3D 的印喙暗会当中和使用，还是讲黏打式的喙暗挂起来面的部分会更较密。这寡独家的专利技术已经用在这波的防疫当中，今嘛要透过外部协会整合来行销全球。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拍算7年要投入100亿，协助吸引新兴半导体、5G 通讯加 AI 3大领域的优秀厂商来台湾设立研发据点，包括Google、亚马逊拢伫名单内面。 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中美贸易战也搁增加变数，加速国际大厂亚太战略的重新布局。啊，毋过规矩都是转机。这是行政院决定经济部提出的领航企业研发先进计划，目标是新兴半导体、5G 通讯、AI 等全球3大高科技产业，要找国际大厂来台湾成立研发中心。所谓的 IMD 的这样子的一个，包括在人才、揽才各方面的一个评比上，我们都是亚太的第3名。许多各国的这个政府跟国际大厂目前在所倡议的，或是在所推动的，不外乎5G、AI 跟半导体哈，这都属于战略性的一个产业。 政府按算7年投入超过100亿预算，补助国际大厂来台湾设立研发中心的经费。台湾晶片厂纳税互外国供应商来台设点，也有补助。前提是爱先提出至少一半的自备款，等得到政府相关补助50%。 不是只有政府出钱，我们希望的部分是产业本身或厂商本身也要积极的投入经费。短期而言，会对国内从事相关领域的这个企业跟厂商呢，好带来一些竞争的压力。但是整个长期而言，这种竞争是良性的竞争，好，对于提升我国在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供应链的位阶是有帮助的。 目前，Google、亚马逊等大厂拢伫行政院争取合作之内。专家分析，因为国内带来良性竞争，因为半导体、5G、AI 拢是高敏感科技，应提升台湾国际战略地位。政府估算，先进计划每年应带动超过400亿精尖研发投资，加6000多位研发营运人才，互台湾为代工制造转型成做研发创新，推动产业新蓝海。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透早，总统蔡英文有接见全国环保团体代表，其中反对兴建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团体代表表示讲，见过总统了后，有看到保育海草大的希望。环保团体伫总统府头前举行保护海草大的第103场记者会，伫咧入去甲总统见面进前，搁一届呼吁蔡英文总统答应就爱做。伫海草大受到破坏了后，应该随宣布停止去关东工业港甲第3天然气接收站。了后，团代表举行记者会，表示有看到希望啊。我要在这里宣布，
大潭藻礁的保育，在今天和总统见过面之后，露出了曙光了啊！所有的陈情系统会改为由李俊毅副秘书长这边来做，所以包括我们一般民众以后要陈情总统府，应该总统都有机会看到内容了。再去全国12个环保团体代表，甲3个环保人士，甲总统当面提出28个建议。也若长期关注区段征收，甲侵害基本人权的政大教授齐世营，嘛当面上册给总统，要求废除区段征收的制度。我最感到欣慰的就是，而且他跟我们讲，我们现在所实施的土地征收制度确实有问题。参与这届会面的环保团体，大部分对总统的回应拢正面看待。也若总统嘛指示相关部会，爱伫咧3个月内召开沟通会议，而且要求环保署伫咧明年4月22世界地球日进前，爱举行2届大型的对话会议。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大安妈祖文化园区大尊妈祖的贴纸，已经伫林佳龙做市长的时阵开6亿起来呀，也因为募款的经费困难，妈祖的金身到今也拢无动工。台中市政府也想要甲妈祖的雕像做出来，不过专家也烦恼讲，妈祖的金身有60几公尺悬，会互风势走向，危害到边仔的红树林生态。手提反对超悬妈祖雕像的标语，中部的环保甲社族公民团体共同反对台中市政府要起离土卡70公尺悬的妈祖像，主张产生的轰动效应会冲击到附近的红树林保育区。这个风阻它会卷到南部这边大概60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红树林的保育区。大安文化园区的妈祖像基座，伫林佳龙市长的时代就完工，总共开6亿，啊，毋过雕像的部分民间募款到尽，也是无法度来起。海山地区的公民团体表示，除了雕像感受伊的必要性，要进行电远的观光，要有更较深的计划。它不用环评，可是我觉得比例还是很重要啊。有了它之后呢，大安会变更好嘛？那大安的或大甲地区未来要何去何从？对这个代志，台中市管理局回应，妈祖像的规划悬度是69.23公尺，已经通过台中市土木技术工会审查，建筑的结构是安全的。这部分的结构建筑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它可以串联整个海线的重要的观光建设。虽无妈祖像的预算都还未变，啊，毋过已经有建筑甲生态专家提出质疑，这款起伫咧海边的超级悬的建筑应该进行宽平。台中市环保局回应讲，无论是对开发面积还是悬度，拢无达到宽平的条件。高楼建筑物是120公尺才需要做环评，开发面积只有6.1公顷，环境影响评估法10公顷以上才需要做环评的一个规定。大安文化园区的妈祖像是由公部门出资来起的，目前还搁伫咧提计划的阶段。官方希望趁这个机会，甲滨海观光发展连接起来。地方嘛有真侪期待的声音，啊，毋过公民团体提出警告，像这款的超悬建筑，除了维护困难，风流甲租赁假日外，卖去影响到原本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有的所在的人，因伫咧比是路较长，或者是因的命较长咧。伫咧新德县尖石乡，最近有一位60岁时代，因为身体无爽快，就决定要坐公车去病院。想袂到公车是2-3点钟才一班，这位时代伫咧等车的时阵，也来雄雄过身啊，也互偏乡的交通甲医疗问题，搁再受人质疑。民众正咧上母鸡课程，因拢是新德县尖石乡水田部落的居民，因为真偏僻，这人要去外口看医生，假使要坐大众运输，拢要等几啊点钟。无偌久之前，当地传出有老大人要等公车去看病，等甲不幸过身的消息。道路又不好，那班车也没有，就是像我们老人，就是一定要人家载。你一般的话，就是说像真的有那么急事的话，像生病的话，就大概都是用救护车啊。当地照护员指出，这部落差不多500个居民，其中不少是老大人，因为偏乡资源无够，交通问题确实困扰真久。因为我们部落的人口大概有500，那因为几乎我们的长者就大概也占了一半。那几乎他们在行动上或交通上，实际上是非常的不方便。那必须在交通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一些辅助。针对偏乡交通问题，乡公所表示，因为偏乡地区坐公车人较少，公车也确实较少。不过，若是有紧急事件，也是建议民众拍119较紧。
公路运输的主线，没办法涵盖到这每一个地方，那就是说，分区的接驳还是需要有一个就是妥善的一些规划啦。那这也是乡公所来讲，也是说定期的去做一些的调查来去甄编。要安怎让偏乡民众去看异乡的交通更较方便？当地居民就表示，有未少需要加强的所在，确实应将原来资源做更较有效率的统整运用，相信应该有未少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2017年7月过后，有驾驶而且是有驾照，而且满75岁的人，3年就要接受一摆相关的测验，换发一张驾照。这个制度施行以来，头一批符合资格的人，要在今年7月完成。目前已经有11万多人来换咯。看多卡过2分钟了后，要讲出拄则看到的物件，要考验记忆。所落来是认知能力，要手画时钟，用当地针画出考官指定的时间。这是高龄驾驶认知测试当中的一部分。今年76岁5先生，无到10分钟就顺利通过。所落来的当摕相片去监理柜台来换新的第2驾照。因为很简单啦，因为我们没有识字啊，所以说应该是很简单啦。我天天开。我现在尽量不在晚上开车。我对白天说有采购干嘛，车子开出去，买点东西。公路总局对106年7月份开始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的新制度，超过75岁老大人必须3年内换驾照一届。新制到今年7月份已经要满3档，监理单位已经发出25万多张的换照通知。目前有3万多人表示无要搁塞车，主动把驾照交回来。另外有11万多人顺利换照。所谓换照，就是他有进入我们这个管理的程序，就是说他要有认知功能检测，还有体格检查，或者没有中度以上实质证明，来办理换照的这个部分。公路总局提醒应该换照的老大人，若是驾驶过期无换照会去用注销；若是过期佮违规驾驶，会处罚1,800块至3,600块。毋过监理单位通知换照常常找无人，所以会加强甲里长的合作，嘛会伫咧举办道路安全讲习的时阵，主动协助老大人来换，或者是甲驾照交回来。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屏东的石板挂宵夜受到阻碍，国内餐厅的需求量也大大减少。政府为着要协助这寡养殖户，透过网络平台方式做内销，也鼓励这寡渔民去申请产销履历认证。活跳跳的鱼仔伫窟仔收来收去，这拢是屏东佳冬水产养殖产销第8班所饲的石斑，原底销量真好，不过最近受疫情影响。卖鱼仔养殖户煞销无路，加在政府出手斗3工。在农委会跟渔署这边，其实在内销的部分，其实都有一些布局跟一些行销。那所以说，可能也是在这次疫情的影响之下，那陆陆续续在国内行销一直看到有一些绩效。这阵疫情转好，国外饲草也渐渐变好。咱国内消费者嘛，更较愿意买通过产销认证，才安心又搁可鱼车。主管单位现在的严格的把关之下，包含产销履历，或是说纾困的一些条件来讲，都会着重在一些有认证跟产销履历的这些的养殖优质的水产品。所以在市面上来讲，它也会加强呢做一些安全的查器，那变得说消费者在买这些所谓生鲜或是冷冻的这些国产鱼的时候，可以大大的安心的食用。少年人回乡探家。毋但用心饲鱼仔，佮同齐打造出屏东头一个鱼草品牌。但客户强调，台湾饲的石斑品质赞佮好食，伊嘛会继续推广饲鱼教育，毋望消费者道德高官。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弱势族群的连心园基金会最近伫庇护农工场，因也运用种菜苕甲芳草推出菜苕盆栽。平常时这个菜苕会当看水，大长了后，佫会当烤来食，而且是完全无农药。细盆的栽啊，有大绿芽啊、葱啊、丁丁的菜苕。青紫色的看起来介高水，为着因应现代人食少，也注重健康，专门照顾弱势的连心园庇护农业工厂，最近杀出这种青菜栽啊，方便现代人食少，也注重健康的理念。咱古早种田的时阵拢伫田内底种伫裤骹底，但是咱即卖拢会当有足侪无共款的变化，咱就用蔬菜的盆栽。
花草茶的盆栽，就会当互一般的民众拢倒来厝里的时阵，你坐伫办公桌仔头前，伫厝里的阳台，拢会当家己来种菜。基金会表示，这个青菜栽啊，只要有日头甲水就会使，所以种起来介简单。即阵农业工厂也提供互民众入来，经家己介意的芳草食物，也有青菜种类，再搁加较好一盆。体验就做安尼，你过一个月就变安尼，所以讲，咱会当家己来种。有疗愈的效果。伫咧生活中实现食农概念，基金会望这的青菜栽啊，会使有好的销路。一方面做公益，增加庇护工厂的基金；另外一方面也鼓励店家做工课的汉漫囡仔。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5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4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5度到3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清音甲落音，老师啊，你嘛说明者。清甲落，你看你哪有这？无。你哪会叮当？我说浊音呐。我讲我无啦。无讲过啦。啊，无讲过啊。我讲休困者，我休困者。每礼拜四拜五暗时8点，欢迎收看公司台语台。画山画水画玲珑。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看到我就知影，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介绍小满了后刷落来的这块蒙井。蒙井汉字写作蒙井，罗马字写作母王蒙，子应井。蒙第5条，井第2条。蒙井差不多拢伫新历的6月初5到6月初7迄卡兜。蒙井这2字就是稻啊结穗的意思。这个时阵天气要开始炎热，黄山雨话袂声，要种植农作物较无效。蒙井的时，西瓜乃至山影这热人的果子嘛开始上市啊！这个果子拢是鲜的，我最爱食的，尤其做成串冰嘛真赞。伫炎热的天气，通互咱体凉。除了果子，讨海人这阵海东嘛真有。伫基隆、平湖、台南外海有小港啊。高雄外海有小床，苏澳甲小琉球的外海有北欧。有介意食海鲜的朋友，行，咱做伙来去台南食小港仔米粉。甲蒙井有牵卡的俗语有：4月蒙井雨，5月无大土，6月火烧煲。意思就是讲，蒙井迄天若落雨，就会落到5月，所以5月就无大土
到6月时，若是好天，就会热甲像火咧烧，足热足热的。还有一句俗语是“望镜也，讨无食”，这句话意思就是讲，望镜了后，百花的花期拢过去啊，即阵的尾牙已经无花粉通采，无通食啊。你会枵死。流望镜结穗，小光仔，小床，被乌。4月望镜雨，5月无大土，6月火烧煲。望镜也，讨无食。趁即马这开行到望镜，西瓜山影当着时，我要紧来去加食挂。安尼，今仔日咱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